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啊！大家平安呐啊！真正是歹势呢哈！我可能要爱用国语来正道哈啊！要过吼，我的监督片伫咱的招报内底吼，大家会当看，会当听安尼啊吼啊！今天啊，实在是非常的高兴啊！感谢主了哈！让我有这样一个机会，在我们的教会主日礼拜呢，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天天加给我们。那圣经里面说天天加给他们哈，我把这个他呢改成我们。那因为大家爱领袖嘛哈，所以我说我改成我们。那在要分享之前呢，我想请我们的主日学的老师。主日学的老师在我们的当中，要来唱这个母语的诗歌来献给我们上帝，也分享给大家。这爱先介绍一下吼，伊这是即届含小朋友做阵来主日学的老师。伫个咱同道明即个是吴小凤传道的先生，一般咱称作师长，吼。因有两个查某囝，真高贵的查某囝吼。师长上班是伫台中，但是伊逐礼拜拜五暗就落去茂林教会做阵服侍，礼拜暗则佫赶转来台中安尼吼。
谢谢我们的老师一起来献唱其实原住民的诗歌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那简单的旋律，那鲁哇那鲁哇就是这样了那它只是一个虚词，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就是从心里面你开心你就唱出来。那是昨天晚上我们请我们的老师呢来练习一下那有很快的时间呢来献诗给大家听。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刚刚唱的太多了像有点喘。好，我刚刚说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天天加给我们。那我要从这个使徒行传这个非常熟悉的这个经文呢，来跟大家来分享初代教会信徒的彼此关心。我想我们对使徒行传应该不陌生我们很了解它里面的一些的记载，就是关于初代的一些信徒他们这个福音的一个开始，包括耶稣基督他升天复活，然后圣灵充满在门徒们的身上，然后开始怎么样就是传福音。那当然也包括记录了使徒保罗他的一些的这个福音的事迹。所以说使徒行传对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重要了解初代教会信徒信仰的起源，还有他们的这个态度。那么初代教会当初如果我们从这个经文来看的话当初能这么样的快速的增长而且兴旺，并且造成教会的大复兴，如果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信徒的态度。那从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信徒有3个态度。第一个态度，同心合意。同心合意，我们知道每个人不一样的心，也不一样的意，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要把不一样的心意结合在一起，那就有点困难了。传道有2个女儿，老大叫义丹，老二叫义心。那有时候为了要方便叫的话，2个就叫义心义然后心，或是丹心把它叫起来。其实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这个2个姐妹她们是可以同心合意的，即便2个孩子是不同的，这个同一个妈妈生，他们的性格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的祷告是希望这个孩子是同心合一，互相了解，彼此的尊重。所以同心合意我们讲说一间教会能同心合意的话，这个教会会很吸引人。在这个马太福音第18章19节这样子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2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所以在这里我非常的感谢伙伴教会士林教会愿意以耶稣基督的爱尊重疼爱不同族群的茂林教会，并努力共同建立同心合意的神的教会，也共同见证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宣教历史上美好的信仰关系。我相信上帝的恩典一定会天天加给我们。第二个，我们从今天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初代教会信徒的第2个态度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常常欢喜感恩，
诚实、欢喜、感恩、诚实的心。今天的经文里面提到说，信徒们存着欢喜、诚实的心拨饼用饭。他的意思是，每个人在拨饼用饭的时候，都是存着欢喜的心，不管这个食物的好吃或者是怎么样，他们都存着感恩喜乐的心，有什么吃什么，不会挑东嫌西。那诚实的意思是，他们当时用饭都是信徒从家里把东西奉献出来，彼此分享。这些奉献的人没有虚假的心，甘心乐意、诚实的心付出。我想这种欢喜、诚实的用餐态度，使当时整个的初代教会的关系是和乐融融，当然快速的成长，也非常的有吸引力。在这3天的儿童夏令营今天是第4天了哈。传道的心里呢，我深深的感受到士林教会真的用欢喜诚实的心招待我们。因为早在好几个月前，甚至说半年前，那我们的许牧师跟佩文传道就很早就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的消息，那邀请我们的孩子到台北来。在这样的一个这么长的时间，甚至前几天要把这个将近加上传道跟师长的话，我们快有20个人从南部到这个台北，这个20几个的师生要安顿好。我们讲是车子的安排、住宿的安排，还有膳食的安排，甚至盥洗。一个家大概有3个、4个小朋友在你们家洗澡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从一开始的事工的联络到昨天的整个的活动的结束，相信士林教会花了很长的时间准备、联络、祷告、安排等等。在这边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士林教会的爱心、耐心你们的欢喜诚实的心我们感受到了。那我相信士林教会因为欢喜诚实的心，这个教会非常的有吸引人。士林教会是很有吸引人的一个教会，真的是谢谢你们。第3个，如果从今天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信徒的这个态度的话呢，提到了赞美上帝。这个赞美上帝是代表对上帝的感恩，有赞美感恩的心，就有祝福喜乐的生命。当然我们讲说赞美的背后就是不满或者是批评。这个不满批评不只是伤害别人，有时候反而让这个彼此的关系更加的破裂疏远。不只伤害别人，也可能伤害自己，让自己活在愤怒生气的情境中，让自己无法喜乐。而乐于赞美上帝的人也会乐于赞美人，赞美就会成为彼此的肯定与鼓励，彼此的伤害就会减少，彼此的激励就会增加，这个凝聚力也会更强，吸引力也会更大，这个教会当然会大大的复兴。在这3天的营会，那我们的这个佩文传道那给了我这一份你们的同工的手册。那我大概再看了一下你们同工手册的资料，那么其中呢，在小组长守则的这个部分，我看了呢有几个让我非常的这个感动来，我们往下看在第一个这个小组长的守则里面，它共有12条。那有几条我觉得我还蛮感动的。第一个，他这边有提到说小组长守则，他说在小组中进行体验活动时，请不要以输家这类的名词来形容小组员，请用正面的名词来说明，因为体验活动没有输赢之分，在组里面人人平等。我觉得这是一个尊重孩子的这个
特别性哈。还有小组长守则的第9点，这个地方有提到，对待学员，请以耐心、爱心、细心为最高原则。最高原则哦，你想这个孩子活动力这么强，我们的陈长老这一天也都在哈。哦，你要怎么来控制这些不安于世的小心灵哈？所以你看，他们就跟小老师说，你要用爱心、耐心、细心为最高原则。他们这些小老师也是被激发了他们的什么呢？态度的原则。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态度，我非常的感动这句话。还有第11个小组长守则的第11条，这边说不要吝啬说赞美的话，但是要言之有物。也就是说，我们是以孩子的表现行为赞美，而不是依照孩子先天的条件赞美。这句话真的很用心啊，很用心，用孩子的表现行为赞美。当然还有一段哈，就是他们在就是夏令营结束之后呢，他们这个会做一些事工的讨论，我刚好有参与，然后就有听到，他们都会小组员哈都会提名为他们那一组的孩子的名字祷告，比如说谁提名祷告。提名祷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就是单单就是为这个孩子祷告。我身为一个母亲，如果我听到有人为我的孩子提名祷告的话，我会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我觉得从这些很细节的地方，让我看见士林教会的一个做事情的一个用心的态度。我觉得赞美上帝，感谢上帝。所以传道在这几天的参与，其实我学到很多，学到很多。我们的教会茂林教会，在今年12月5号星期六的时候，要这个社教60周年的感恩礼拜。比起我们的教会哈，士林122年哈，你们122年了嘛哈，士林教会。我们才60年呢，差这么多哈但是信仰没有分长短哈，但是怎么样，我们也是这个士林教会很多地方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这一次今年的这个社教的主题是信心再现60年，信心再现60年，这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茂林的社教主题。我们从3月份就开始推。1个月一个主题，1个月一个主题，当然大主题就是信心再现。其实在设定这个主题主要的原因是要建立信心以前，信徒之间我们应该要先彼此鼓励，彼此多多赞美，彼此多多赞美，因为赞美能让自己喜乐，也能让对方快乐。彼此的激励增加了，凝聚力也就会更强，当然信心就会跟着起来。所以当教会有对的气氛，有对的态度的时候，主自然就必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最后我想我们从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初代教会兴旺的成长的态度，同心合意，欢喜诚实，赞美上帝。当然这样的一个的初代信徒的态度，上帝当然将得救的这样的一个灵魂天天加给他们啊。今天士林教会与茂林教会的宣教结合绝非偶然，这是透过祷告与上帝的感动结合的。所以感谢主，我们茂林教会有这样的福气得到教会许牧师、师母、佩文传道、我们的长职，还有所有信徒你们的疼爱，也很荣幸参与了上帝国的宣教。今年是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宣教150周年，这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祈求上帝的爱、怜悯、祝福，
让我们学习初代教会兴旺与成长的态度，相信上帝必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全能的天父上帝，我要感谢你，我要赞美你。今天因着上帝你的慈爱，我们在这个地方一起来敬拜你。天父，我们相信这是上帝所定的旨意，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欢欣喜乐，享受上帝你的祝福。主啊，今天士林与茂林教会的结合，是透过祷告以及圣灵的感动与交通，我们才能够结合在一起。主啊，在这个当中，我们深信上帝的圣灵早已经运行在这个当中，所以天父在从现在到未来，不管宣教的路、伙伴的路会怎么走，上帝既然你已经定了，神你必将你丰盛的慈爱，还有从天赏赐的属灵的智慧加添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在这个上帝你所创造的美好的地方，建立一个美好的信仰关系，来见证荣耀神的美名。也愿天父你的慈爱祝福教会，祝福牧师，祝福所有的长子弟兄姐妹。依着神你的祝福与平安，我们深信我们的生命是有盼望的。天父，谢谢你，一切荣耀归给天父上帝。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乃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